大家有好声，马赛国家罗伊主席，大家好，我是赵比，我是莹莹。嘿，你睇專業啲好冇？誒，你開聲咧，嘛解下。最近啊，我感覺台灣嘅天氣見來見去怪，一個係哦，很容易感冒。哦，不說你生病。哎，我攏講，生病有時是冇食藥個，一血困，你要按摩汗。我攏講，你看你係嘛解？頭麻豆，哎，你不會講那種番茄紅了，醫生的臉就綠了的老梗吧？我冇唱按老牌。好說啊，講看。番茄紅，這比杜四瑤嘞。哎，是不是很有梗？不過我覺得這一集根本就是為你設計。有冇講？因為你主要是頭麻豆啊。當然能看按豆，頭麻豆嘅仲好食頭麻豆。古時候講人講頭麻豆當厲害，哎你冇食藥嘅。哎，你出是頭麻豆就可以讓醫生的臉綠了啊！來，你講，古手講啊，今天我就介紹這個番茄達人播音，保證你藥到病除。好好說，藥到病除哦。那歡迎啊，呢，頭麻豆達人羅扣克。歡迎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。哎呦。Hello。哎，番茄姑娘呢？活廣告。我講皮膚好好。我對吼頭麻豆吼當有研究哦。我識看得出佢講厲唔厲害，做得冇？冇哎，做唔得，冇係撈開哦。今比講後嚟冇嗎？哦，我條片就糖豆應該咔來上。謝謝。來看按後上哦，你有冇看？黃番茄，黃番茄哦，跟聖女小番茄冇分啊？哎，不一樣。其實小番茄也是有很多。對。我看按後上的關係啦，你有沒變小農就做量？因為爸爸生病，口腔癌之後，那我們開始知道說，吃的重要性。他手術完，可能醫生就是判定說他大概只剩3到4個月這樣，就算手術完，可能就是也不超過半年。對，所以他很積極，很積極。那時候他是完全對種植是門外漢，朋友那邊阿伯那邊開始學習。那學之後，他開始說，他大概知道說植物的生長大概就是這樣，很簡單，我們自己也可以家裡的後花園一小塊就可以開始種，到慢慢越來越大，越來越大，跟更多的好朋友分享。那小模擬哦，哈，就會我們現在一直在推行一個概念，讓會員就會產地到餐桌，這是怎麼樣的一個概念？其實呢，它這個概念非常簡單，它只是想要表達說，我們盡量縮短食物的里程。這個中間的好處其實包括說節能減碳啊，或者是說外食改成內用，很多等等。比方說有些人他覺得，就我剛剛講的。他不會煮，他不會種，可是他並不知道說番茄其實，它就是這麼簡單。其實有很多菜，它都是你一撒下去，它就可以自己冒起來的。像例如什麼小白菜，這些都是很簡單的。那這個概念其實就是希望大家說，縮短食物里程，甚至說我們當地已經有農會也在推廣，說希望說，我們的餐廳能不能旁邊也空一塊空地，那讓來這邊吃飯的客人就說，我剛剛吃的菜就是這邊拔起來的，就是這樣縮短食物的里程。今天第一道送上餐桌的是什麼料理？家常的蛋炒飯，番茄蛋炒飯。番茄在家自己就可以動手做了，用自己種的番茄做最簡單的料理，是馬上來做，好不好？好，來，先切番茄。切番茄，好。這個番茄哦，是一般我們看到，這叫牛番茄嘛？是哦，牛番茄洗過了。其實對我們牛番茄啊，我們也是我們跟阿伯的農場，開始有工作之後才認識到說，其實牛番茄它的經濟價值那麼好。你們知道摩斯漢堡嗎？對，那摩斯漢堡它其實就是都收購我們台灣的牛番茄。哦，對，那麼日本人其實也對吃的很講究。對，那就是。這
个牛番茄啊，对他们来说做在汉堡里面比那个黑柿番茄，就我们一般那种番茄，口感来要更好。所以除了你哈嘎发讲有几种啦，有的有几种它强的嘛哈，所以说他们都收购了我们这个台湾最棒的牛番茄。是。你这样讲，我就想起来之前去日本啊哈，去泡给学校的营养午餐，小学营养午餐，其实他们也是推动这个叫做产地到餐桌这个概念。是啊，我们那边小学也是让小朋友，比方说礼拜3，让他自己动手种，包括我们农会也有从事农事教育课程，向下扎根，让小朋友自己种看，说，你种出来的菜就是这样，很简单。自嘎生，其实这个概念，我觉得以前我在念大学的时候，因为我是本科系的嘛，其实我们就有这种概念的。我们有一堂课叫园艺课，给这种考场所以讲，你学校有一 day T， 我们每一个同学就分组，譬如说你种的是空心菜，你种高丽菜，我种白菜，我们也可以就直接在烹饪课上面就用几个种的菜。我们talk起来就讲原来种菜啊无按简单，譬如讲又有虫的。种的现农用嘛，因为要提倡无毒嘛，所以有机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原来我们其实台湾很早就在推广，只是我们只是变成说没有很明显的在做这一件事情，但是我觉得台湾是可行的，对。其实给人家动豆改贵小啊，基调球老师就会鼓励学生，然后种多种少是其次，但是呢，等到可以收成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让小朋友带回家，然后你自己回家请爸爸妈妈煮，然后小朋友就会很珍惜食物。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呢，我们切好差不多，然后我们尽量就是让它小小的。它比较容易入口之外呢，我们等一下会先下橄榄油先爆。所以你个 tomato 嘅营养价值，但像係用細細下雪下去煮過嘅時間，呢個運用價值很合夠。我提供 tomato 一定要先炒過，它的茄紅素才會出來，就好像我們在煮一些番茄啊的紅湯、濃湯的時候，煮起來比你食上嘅還要好。好，接下來你要鍋鏟，對不對？你在家常常做菜嗎？还蛮长的，因为晚饭我要煮菜。所以你现在是家庭主妇？怎么可能？你看起来像大学刚毕业。你看看罗莹莹，你们俩站起来，来看一下镜头。国小吗？没有哦，你像姐姐。姐姐也不错啊。今天煮这个营养料理，拜托你要吃光哦，哈。我们用橄榄油也很非常的健康。我们先把番茄炒熟，你要先拿起来吗？要先拿起来，好，可以哈。你这个小小的身躯好像也有大大的能量哈，就一拿就拿起来，我们英英都拿不起来哦。也不先调味了，我们已经闻到番茄那个很酸酸甜甜的味道。对，它就是最天然的味道。好，接下来呢？好，来我们就是进入炒饭的程序了。建议是用冷饭，它的淀粉质比较少，因为冷饭它冷掉之后，它的淀粉含量就没有那么高了。这也是电视上营养师学到。其实我觉得做菜不难，你在家看了，现在其实营养节目也很多，像我们你看家家有好食，也是在提倡这个就是自然的健康。那其实如果说你透过电视上学习，再加上自己种的菜，就可以做出100分的。其实我就是想要问出那个知识的东西，因为我们就是尝试，但是尝试久了，直接不用打散就直接下去了。哇！但是这个我们常常都知道，用炒饭要用冷饭，对。但是刚刚说出来那个淀粉质，那就是一个知识。对，就是比较淀粉的量没有那么的高。对。其实很多人也许会不知道。好，把蛋炒过之后呢，接下来要加什么呢？番茄。tomato。哇，这就是番茄炒蛋了，我最爱了。因为它这个汤汁先让它出来，我们等下饭下去才能吸收它的那个番茄汤汁。好。哇，你看看，大家闻到，连小朋友都爱了哦，哈。这个汤汁跟饭这样才把它做结合。那冷饭的话，它通常会一坨一坨的，没关系，你这样稍微热铺平均匀之后，再压开它就可以了。受热它就会散。是。
冷饭它就是因为淀粉少，它才粘在一起。对。那先看这样稍微拌一下，番茄色就出来。好，我先来黑胡椒。好，先来黑胡椒一下。对。这是盐嘛？对，盐巴。而且从很简单的一开始的想法，就是为了照顾爸爸的健康，然后到现在你刚刚说你已经有小孩了，现在连小孩都一起照顾了，是。像我女儿最喜欢就是吃番茄蛋炒饭。哇，你几个小孩啊？2个。英语你看，对我看，你看，哲伟哥你看，我看好厉害的蛋炒饭，你要什么呢？黑胡椒。盐，黑胡椒盐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最好的方法就是黑胡椒加盐，就是黑胡椒盐，好不好？可以，好。你要先尝一口吗？才知道它够不够咸。OK， 我怕太咸了，加那么多。果然很细心哦，怕太咸，可以吗？可以哈，满的番茄。好，有番茄的味道，对不对？所以盐不用了。要换酱油。哦，换酱油，味道是不一样的。没问题。炒饭啊，正经要不用挑油哈。嘿。细时节啦，太严煮乱饭，迄用慢煮，唔知冇？有上是菜炒好，呀肉炒好，佢不过係一些肉米呀菜米，翻掉落去加啲挑油，倒好食。传统米，这个很有家庭的味道哈。对。以前最爱吃阿嬷的就是酱油，对，酱油炒饭，这就是家乡味。其实真的哈。我觉得家乡味就是在记忆里觉得最好吃的那一道料理，不一定说要什么很大鱼大肉或是什么怎样，有时候你吃到你会觉得有感触，那个就是好吃的。对，没错，说的真好，就是妈妈的味道。现在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还要加什么呢？9层塔，对不对？齐天差，9层塔它也有一点钙质。哦，对哦，9层塔有钙质。是，我好像很少吃到那个番茄蛋炒饭加9层塔的。因为这个是我后来自己想，我觉得它比较像意式的做法。有些人觉得番茄它会有味道，9层塔可以压过它的那个味道。是，而且啊，这加上去会有一点像炖饭的感觉，因为刚我们番茄有一点点水，对不对？是。因为有一天在在看应该是推给时间，跟想，怎么没有葱啊？原来你是9层塔。对，因为有些人他不吃葱。但是也有人不吃9层塔，所以我觉得说，如果你今天喜欢这个味道的话，或者是不喜欢，你可以用罗勒代替。对，有加下去就有一种意式炖饭的感觉。对，所以这样子一盘，根本不用到50块，而且非常有营养，对不对？这我想一般小资女孩，所以讲啲木卡度啊，也係講啲冇杯工作一實帶，不管係誰來誰妹吼，都按你們當防片。對啊。譬如說，這也可以變成便當菜。你又愛帶便當的人，這個小資男孩，好嗎？真的。好，可以的，對不對？好，那我們來。幫我，接下來我們要盛盤，對不對？好，這個來，你要裝飾嗎？要。真的假的？就是這個嗎？像吃5星級一樣。哇，在家也可以有5星級哦。你還10個的滷筍已經燙過了。對。好。再加上雕得很可愛的番茄。這是小兔子嗎？對。再加上檸檬。節瓜。節瓜哦。最近很流行的節瓜跟黃瓜。對。給我一個碗，我們今天也要美美的擺盤，美美跟這個一樣美美的，是50塊的料理吃起來像500塊，好，500塊，對。哦，這個其實當簡單的通道哈，就做在本來你設立一船飯邊的東西的。哇，你看我挑的碗厲不厲害？剛剛好的量。要講東剛好嗎？東度好。東度好。嘿，順便呼吸下你的打發，好冇？嗱，攏講係啲，你了解我買鹹啲冇？來，起碼鹹啲，愛凍味。我很愛凍香。然後哈，你要聽轉來。哎呀，1、2、3，哇，好喝，哇，500塊上了，500塊咯，500塊，拿不起來怎麼辦？
各位观众，锵锵，厉害啊！来喽，按钮哈，等候，你要把这小兔子让大家看到，所以让你端着喽，我们一起来品尝这道叫做是什么？番茄蛋炒饭。tomato 炒饭。这个是我们可乔一准批的 tomato， 就讲黄番茄嘛。乔，你有吃过你的那个番茄是用沙拉，但是是极酱吗？很简单又适合饮用，又健康，创意料理呢，可以快点变酱化。其实有点像呢法式的芥末酱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来讲做出来就像创作啊。暗头是。那个淡黄色，吃下去是它一下嘎嘎就出来了。结果来食人，可能付唔差。我讲了毛杯啊，买200克，我就会买。你觉得吃起来口感怎么样？我讲加了罗勒是我没有吃过的味道。还是要讲到是九层七天菜，七前菜啊。跟米西，而且完全冇咁樣，因為啊要加一隻，因為以前是 tomato 炒軟的嗰種感覺，有點酸酸甜甜。到加上這七前菜米西，本來當簡單的一桌炒飯，會變得很像那種地中海料理。哇，地中海料理，还有又吃到茄红素，茄红素整个就在我嘴巴里面，而且它的颜色好漂亮，自然可以丰色。还有。这个我每天吃都不会腻。以我这番茄，我也是吃番茄达人，吃货。对啊，龙狗，你的番茄一定要找到一个跟你的番茄等级一样的。你是番茄姑娘吗？是，她是番茄分眼嘎。没有啦，我们的仙女姐姐，我们的主厨，仙女姐姐要来了，觉得她一定可以用这个番茄做出不一样的料理。来欢迎一下我们的番茄分眼嘎，罗月长老师。所以是买不眼嘎，你怎么把改成罗月长是罗姐加月长？哎呦喂，还要不眼嘎呢？哎呦，这个番茄我觉得1等1，1等1的，1等3的。哎，你试过地中海料理，撒下来用乜嘅料理来容易搞你？他把像个 tomato 爱做乜嘅料？做乜嘅？你都客家嘅酱来做，客家地酱。中医做会做，好多做会做，好多做会做。我想唔出来，结果来做看咯。你也出菜嘛？很多客式缤纷沙拉。哦，客式缤纷沙拉来咯。开始来做咯，罗姐，后来来认真讲一下，彭叶爽老师。哎，你切了哈？准备嘛个料？你鸡胸肉。鸡胸肉哈，这样咯。迷迭香，迷迭香哎，对，今天做一点点不一样的哦，还有这个是我们可乔一准批的 tomato， 就讲黄番茄嘛，黄番茄，还有咧，一看出底黑菱角，还有嘛你啊黑美生菜，对，美生菜其实可以做的东西很多，真健又当健康哈，你今天做的菜很简单。嘿呀，你要切出像加你悄悄做 tomato 的大小块嘛。对，这个就是你那一口。你要追吉他就是吉他。哎呦，我樱桃小口。哎，给你缤纷的感觉就出来了。对啊，有缝有网，哈，有强，有趴，你嘛该冇爽到50。还有米嘅酱。哎呦，安尼讲法，因为我那个切到素的哈。好，切好嘞，哦，很香哦，你也可以用的哈。可以用嘞，来，脱水机打开。哦，几多？一样，来看。来这个一样哈。好。水唔泡。其实还要脱水啊。哦好。
这就是脱水机。对，好吧，拉嘛，来哈。好，好，甜起来，甜蜜来 ，shake， 没有，没来，有师傅有一下，哎呦，有，嘿。哎，这要有律动感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它少得很，你看沙拉虽然好像碎，没有那个口感。来就香港啊，大把用纸来吃，其实也不环保，对不对？不环保啊，这个最快啊，最方便啊，这么。装几，好嘞，康给脱水脱啊！哇！有嘛？你觉得有水的它香的嘛？有着吗？有点做三不用而已。都能吃。好干哦。因为你脱水脱到冻枪啊，有嘛？有呛水嘛？有。刚很多水哈。好，等一下哈，来，你来在你碗呢，拿来就我给它洗碗。洗碗。好。然后你都冇介东西的嘛？两个滴结浆，然后冇介。红糖。因为你的结浆有点咪酸，是嘛？有点鹹口酸，你加啲嘅你嘅紅糖，甜蜜是會變到凍滑呢。酸甜。比例我們做來。來。可喬，你有吃過那個你的那個番茄是用沙拉，但是是激醬嗎？沒有，我自己也沒吃過。對。它是不是大概我們抓它是不是7分？我們講10分嘛，10分。10分的吧。哦，等於是7比3，3比7。對，3比7。如果唔好超過2點哦。嘿。其實這道菜你不卡做咩？很簡單，而且它吃的很健康。哦，其實有點像法式的芥末醬，甜色啦。對，其實甜蜜是譬如來說，有甜的，對不對？有將那個紅糖來調味，對不對？好，加到沙拉裡邊度呢，哦，一家做一種其實當健康。對，啊，有多可調嘅，這個不卡種喺同埋度。其實這個有健康。你給食材那個營養價值夠好的話，就不用怕被生吃。對，跟沙拉來呢？沙拉來係嘛？沙拉嗰度。盤醬一盤，哇，醬一盤。因為我知道東西，唔好講青菜走，好嘛？你夾嚟，好，要起來哈，要起來。其實你嘅量差唔多，這1-3年嘅量數。其實某些店面唔怕冰冰箱，水果。是得幾啦？最後啦，嘿。是得幾周期咩？好嘛？識幾多拿幾多，哈。你可調喺tomato，最好是在tomato嘛，可以調得落去。黃橙的，唔好講到哈，差唔多。還有你那個牛番茄，牛番茄，對。嗰咧還有乜嘅？還有菱角，菱角，還有乜嘅？還有雞絲，好嘛？好。還有乜啊？雞絲，調得落去。還有加凍蔥油係嘛？迷迭香，迷迭香係講用鹽甘色，係啊，所以係都用到蛋白做一隻彈式蔬菜。好，佢你愛用乜嘢？你像咧雲塔，我想頂在樓上走路。假正肉嘛？沒，該不會就是要倒扣吧？對，倒扣。我又答對，叮咚。對，倒扣。可是我知道我就那種中和它講咧，都做咧，唔係啦，唔係。係啊，佢中意。唔怕，做得。哇，蓋住。買底蓋住以後呢，我們再來做裝飾。對，這樣子呢，上下層都吃得到。對，來，很精哦。因為有當時人說炸啦出來有嘛，講講啊，雙倍厚料試啦，帶下出磨。對呀，哎呦，我們這個多厲害啊，是不是啊？一點都同嘅，真嘅。我幫你演示得很好吧？招不招？沒有，我跟你講，來講做菜就像創作啊，對，一改生嘢要上了用白型，中醫師知道嗎？最人迷信，你看就這樣。如果挑選按倒扣，我覺得其實也像那個百寶盒啊，就很好奇那個打開來裡面會是什麼？超，結果是紅寶石，而且其實啊，夏天吃沙拉，就是除了吃沙拉健康之外，我覺得心情會變好。身體負擔就比較少的感覺。那邊就變太甜了，有改善。你看，那種加落去，以後呢，哇，我攏講，你有冇買咁貴哦？黑莓一盤給我錢。哦，懂多錢。黑莓看啊，然後。
好，过来干嘛来？你要再加一点这个韩麻，韩麻哎呦，莫看，哎呦，淋落去看了哈，哇，特调鸡酱淋上去，哎呀，就冻酱嘞，真紧呢。冻健达又吃到营养又健康，不会增加身体的负担。其实应该甜哦，是我们要落个时间吃沙拉，去冻好的丰盛。对呀，就顶看哈，我们加一点。加分一下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加分一下。这个哈，再配上可乔刚的蛋炒饭 ，perfect。对呀，你看，哎哦，迷迭香来做一点点的韩式，是，那做个生嘛哈。可乔应该想要马上回去弄给自己的小孩吃。对，因为它这是非常简单的料理，而且我觉得家人吃都会很健康。其实你讲讲迷迭香的米西啊哈，爱吃豆咩做的饼，譬如讲强的小豆苗，对，我是不用葡萄干。我是不用杏仁果、核果类，或是葡萄干，对，然后可以放奇异果。反正我跟你讲，你想到什么，你喜欢什么就放什么。你中意嘛，开出边。跟俺哈是哈豆头嘛豆，就是加哈豆头。都对啦，拢爱加一下。都对，那也嘛没问题。头嘛豆按中药，蛮只加上的是哈豆。而且可加给不卡中的头嘛豆，经济当好。哎呀，你都切到按。其实俺拢讲假爸爸，其实有一个口腔癌。因为给他，因为是给他有毛，给他还毒最严重的死。大家做手术照两个，更容易来过去哦，他怎么能够在这么多年当中还能够这么健康？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去好开地方，因为这些东西全部有懂健康有这些东西，所以我觉得是我们大家真的要去秀他为什么。所以他们自己就是最好的见证。对，那我们就要来尝尝这个营养满满的番茄。好啊，我们再加几个啊！我本人来太头麻豆哎。你这样好像在吃那个刨冰哦，把它加满。这个做饼哦，做对咯。你那快饼点好了啦，嘛，因为头麻豆按当就这个本人没有总在死。还有吉姜，吉姜没来淋落去那做出饼哈。对呀。等我上班呢，出饼咯，吉姜啦，蓬头，创意料理呢，你快点饼好嘛？你看熟的了，你快点饼。小妹讲今天就会番茄吃到饱的口音呀，系吗？要给搞到嫩嫩，溜达还动作啊，给他一食对吗？吃到饱饱了。好，马上要提供，安尼沙拉做得安尼做哈。冻酱哈，做得嘞哈。法式的料理。来咯，差不多咯，来吃安尼吃不了拿那个王杯的感觉。对啊，你要拜哈，你莫安尼神圣，来吃都让悄悄生了生。来，老师服务一下，让我们这个我吃可乔黑嘛。嘿呀。后面吃掉了。自己夹来同埋豆，看马该感觉来啊。哇。明白。好吃吗？很好吃。那个更好吃。吃下去，是他干啥都出来了。好了，来，老师帮我们服务一下好不好？来，哎呦，刚好。来，用它来生喽。这个客式缤纷沙拉。用钢米哦，还可以用钢米呢。激动啊！你啊，头麻豆哈，温吉姜，我拢讲让这个番茄更甜。对。但是呢，我们也没有抢走那个吉姜的米西。对。然后吉姜反而变得没有那么酸。对。再加上蜂蜜之后，就觉得有一种很幸福的感觉。等下跳舞的感觉哈。你可能就唔是讲按用假东西。韩国啊，你头麻豆爱吃到，不能按切哈，唔系做沙拉，就会沾那个梅粉。莫就係咱本身呢啲當效用嘅姜跟醬油，韓國醬油啊，莫去買醬汁，雞醬，你客家應該雞醬係很好食嘅感覺哦。好樣哈，那這種嘅甜哦，是量比你生任何嘅涼嘅菜鹹啊還要合，錯冇？你想講你自己頭麻豆做按做嘛，溫吉醬。回去我會做。他的表情感覺好像被打敗，但是我跟你說。刚刚你做一个头麻豆炒饭，好炒乱饭，跟这个非常的搭。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，以后啊跟家人啊，或者是煮给朋友吃的时候，这样做一个组合，好棒哦。对啊，慢慢可以这样做那种。老师你迪哈，头麻豆啊，我觉得它百搭。百搭。但是我们常常吃到是豆的头麻豆配什么鸡肉、海鲜，比较多，超毛。
食过前菜的杭州的什么街啊？有啊，今日呢要做有冇香用的东西？有嘛？该冇香的东西。前菜黑沙拉葱嘛，炒了一套冇香用的焗烤好吗？焗烤。焗烤啊，我當叫冇食過焗烤。哎，那主食材嘛該？主菜是茼麥豆老五哎。哦，茼麥豆老五。这类情况是不是真的这么难忘哦？茼麥豆老五蹦出最美好的回忆，看一看。茼麥豆就茼麥豆，海鲜有海鲜，他们如何做一个很棒的一个组合结合？两头菜要焗烤，焗烤要入烤箱吗？你用最快速的方式。哦，看它下面的鱼，其实它已经熟，植物或动物的香气，肉类的一个油分，所以这道菜会导很鲜甜。5、4、3、2、1 ，Happy New Year！ 上菜，好，真的嘞哈，今天嘞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看来数，哎，你俩完全掉入了回忆的漩涡。这催眠吧，时光隧道。哎，来，走嘛来，你讲哎，你阿妈还拢讲呀冬奇。哦，每个朋友都长满，好啦，很多台湾雕。哦，台湾雕。其实很多吴郭鱼，你这个吴郭鱼，他冇安好谈，你看台湾雕，还有台湾雕现在很有名，好有名了，世界各地。对呀，我一笑都滚我一哦。讲下，看下切了，买。那你要懂好奇哦，然后土嘛，懂啊讲。的样板好势都冇人見係點樣吐落去土麥豆厲害哦，我講。油啊！油，一天油啊！好，你愛做嘅係難忘嘅肥味。比咪，这是怎么样的结合啊？有没有tomato然后你把它取名叫难忘的回味，而且还是焗烤哎。对呀，因为我跟你说，因为东西哈，tomato 就tomato。海鲜有海鲜，他们如何做一个很棒的一个组合结合？对，哦，你只要我们要懂，因为做出来动物生在东西，因为我们难做，你知吗？你看五个出骨头出去掉了，绑起来，然后就切那个肉鱼块丁。对，然后俩添水哈，好，俩牛奶呢，我讲牛奶一定要煮过，牛奶做得有甜的哈。你讲都唔得啦，就讲。牛奶就是说，你还煮出来吧，就是很容易按甜的米。这差不多几多？差不多3、7、5一个一半。跟两下尬两下。这个白酱是那个加那个，刚刚我稍微做了加牛奶的，因为它会有咸味。白酱，就像白色意大利面跟白酱。对。然后讲一定要记得了，安尼牛奶煮过的米是老安尼。3个牛奶冇重要。哦，因为我想讲妈妈冇这个量啦，讲我喺牛奶拿出来差唔多几多 CC 啊，喺讲按牛蛮量。斑比啊，喺讲。从阿做做底。啊，奶迪啊，奶迪啊，意思有赏时哈，就是你想要喝奶一点的，就多一点奶。对，你要唔要先冷熟的呀？哎，那我少掉呀。好，橄榄油本来。橄榄油哈，好，来。都炒了，倒落去。可能讲冷油冷锅，拉，哦，一听到冷油冷锅，它好，每次都按捏啦，它健康，嘿，过来爆香来，葱油米不要香嘞，葱嘛，还有吗？该，等一下，不要香，不要香。可强英是走的西式的料理吗？不是英式？都喜欢诶，我没有特别说。也没有特别说会每天煮奶，因为我觉得小孩子喜欢的都是千变万化。对。因为你用个植物油。哦，植物油。然后刚用用植物油，然后记得我们的食用油，动物油会更不一样，口感会很重要，然后是，但是唔好用摩嘎这种东西，记得咯。会孵蛋哈。嘿。好，
有批到香味嘛？有哦，有嘛？冷油冷锅。对，冷油冷锅。冷油。我聽到啊。哦。咦，你還是都有啦。係。哦，有唔好講高粱。更加是那個味道。哦，所以老師講的哈，有點植物油，有點動物油，它 mix 在一起，然後對口感會更冇強氧油。記得咯，媽媽唔好太多哈油上食。因為我哋有強菜，所以會加的會有就是適量的那個量進去。哦，我批到咧。因為有香味嘛。好，你喺洋葱，葱條，你講葱條。你講葱條。誒，你牛奶呢？牛奶過嘛？老師，我們這個都已經對對，不用一下做關的給我可以做好了。好，冇關係 ，mix 在一起的。對。好，你葱條哈，控用切小細丁。對。哈。你不要香味嘛？有哦。香啊。兩頭出來焗烤，焗烤要入烤箱嗎？你用最快速的方式。哦，對啊，厲害哦。你哈，開包不用重做。吃它過癮。嘿，因為有等你拿去吃到講啊，其實烤箱好麻煩哦，而且家裡人會覺得很麻煩。可能一下冇按到，冇按到你，你就進烤箱好麻煩。所以線上告訴你係有那個感覺，但是不用到這麼麻煩的手續的一道料理。魚殼我哋幫忙一下啊，不用下去。我葱條炒到有一點透明的，知道嗎？對。香味咧出來嘅。對，然後給它吸一點那個洋蔥的甜味。啊，攏講其實嘅油嘛，人家吃的說哎呀 QQ， 我要綿綿。啊，攏講你買嘅鈣質最高。麻煩唔嘅哦，唔低嘛，很簡單，一隻上法甜。啊，我知道，鮪魚。咩？就是鯛魚吧？咩？馬雞魚。係啦，我講好嘛。好。骨頭一度係一號，骨頭一度越鈣質越高，牛腩底哈，那就是秋刀魚嘍。它其實秋刀魚它有另外一種不一樣的 DHA，冇強氧，但是呢，我們你即刻提供馬雞魚嘅。你這個因為它甲跟骨頭它都應該唔生嘅，可是佢嘅鈣質是最高。最高嘅哈，最高嘅。好，然後有大概有那個肉的那個香氣，所以我們呢稍微再加點青菜下去。哦，肉來，稀釋它的那個對。我哋發出來按夾就不用咯。你咧係奶煮嘛？奶煮啊，奶煮哈。千滾豆腐萬滾魚，嘛。滴。哇，這個我們的菇類還有我們花椰菜不用落去哦，你要用你另外一個主角，很多토마토佢就係tomato嘅營養價值真的很高誒，它可以預防心血管疾病，然後還有牙頭會懂豐富嘛。對啊。新品呢，也有花椰菜哈，青花椰、白花椰，再加上我們的菇。對，因為我們的菜的順序是，有的熟成的比較快。我們就慢一點放，像我們的紅椒、黃椒、青椒，它是比較熟成比較快的，所以我們慢一點下鍋，這是我們做菜的原則。待會你就看到下面的魚，其實它已經熟了。為什麼？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強菜吃點它的那個植物或動物的香氣，肉類的一個油分，所以這道菜會很鮮甜，很好吃。因為有強菜甜，還有個鹹。對。你這個做啲當好食，好，還有一隻配合黑馬雞，黑馬雞，一啲啲的鹽，一啲啲的鹽，來，當好食，你聽啊，它一點點的提味足夠了，還有馬雞，有鹹，所以有甜，所以加啲啲的糖，也係糖，糖，我沒加到鹽，那加到鹽，加糖解容易黑馬雞，就是它可以幫我們的那個魚的鮮度都帶出來。哦，個強菜的甜做唔得咩？強菜冇咁樣醬，哦，你愛拿啲白醬倒落去，哦，加白醬係嘛？對，倒落去，我攏講愛你出懂好食的，哎呀，其實可以做成燴飯，對，所以跟這個你真的要多吃，這個鈣質太豐富，這番茄可以預防鈣質流失。對，其實我是年輕人，我還好。好了，看你過年怎麼來？不用。我們的秘密武器是什麼呢？cheese，哎，來攏講，你有種東西唔記得標，馬雞，你還馬雞？用干啥？唔怕啦，中醫師馬雞都不用馬雞，因為佢啲東西中毒咧。哦，唔怕。哎呦，哎呦，用干散哦，哎呦，太死啦！我覺得你才是真正年輕，應該多吃魚。哎呦，對我一個變聰明，銀杏啊，銀杏。來攏媽媽講吼，因為你的食材當多，有得吼唔做得成10個。最重要的東西cheese，哎，你係用種色的 cheese 有粉片嘛？
它酱啊，妹妹来讲，你很多买个 cheese， 很多 cheese， 很多爱戏啊。就是你在美提超市买，它就是双社区。第3位下焗烤专用。焗烤专业，对，有没有？你看，遗憾蓉姐这个，哎呀，怎么样？拿起来有拔丝的感觉，对。等一下，这个代替烤箱。对啊，因为烤箱感觉很旧时间啊。跟烤箱旧时间，你要当久嘛？唔會，要鉗改嘛？哎呦，唔做鉗改我也水。要鉗改嘛？不過係用烤箱。不是啊，不是，給我一下就會變呢。這有一種 cheese 鍋的感覺。對呀。我們看到了有鉗石咯。有鉗石嘛？有。對它呀，你看到，你看東角，哎，你是進烤箱裡面，因為烤箱會把我們裡面的油都逼出來。所以每次去都愛用做喺最後嘅料理。其實東東也唔夠愛用做嘅，因為講起唔會鉗石啊。係啊。都較散哦。哦，安尼，我吃到聲音裡面東氣粉色，小朋友應該很喜歡，對不對？喜歡，非常喜歡。看，開始嘍，看到沒有？哦，有誒哈。開始顛嘞，嘿。而家是不是哎呦，鉗石哦，咩鉗石哦？哎，安尼鉗石，佢等下出直接用呢度鍋嘅出做嚟做。嘿咩？跟我準備下哦。哎呀。有冇有鉗石嘛？哎，沒有4個董上。哦，真嘅。你是不要要注意下。有董家。真都腐蝕都上出來。鉗腐蝕。對咩？咁按電按橋，我講阿公講啊，哦，電到按橋啊，腐蝕就上出來。哎呦，蠻看哦，人家買上去嘅本來還有固體嘛，你它全部溶開咧，就差唔多嘅，係冇？對，稍微再給它溶解一下，會比較口感會比較好。跟你吃到差唔多要幾個月時間？蔥條鍋誒，半條鍋誒，唔是半條鍋誒，我10數到1就差不多了。對，好來10，跨年倒數的概念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 ，Happy New Year！ 上菜，好，真係哈，今天嚟，好，你看，來。哎，注釋當歸色蔥來，哎呦，忙啦，你這些東西忙下準備啊，你睇埋蔥果誒，好啦，同聲歌推翻。哎，你怎麼樣？你不覺得這很棒嗎？關掉了嗎？媽媽敢出重算一個哈。你要用黑我們的迷迭香嗎？其實應該是迷迭香。哦，好。你看知道，哎，就當我加了토마토落去嘛，好烤。安尼做得嚟，我知道。都同醬。啊，掉起來係變咗啲。我錄到哈，錄到係全氣嘛。各位朋友，祝賀你！我該咪頭，還是哎，好香哦。香啊。好難拿哦。冇見準。來，會，好。哎，很多係滾的。真嘅呢，滾哦，小碌碌嘅咯。你按那麼個再講一遍。難忘嘅。回味，難忘嘅秘密嚟，向下來食咯。關鍵難忘哦。不止搭，而且是非常的搭。結果我又吃到個tomato嘅酸甜綜合下去，找對的食材，做對的好吃的菜。哇，你係愛嘅，哦呦，我的來，好貪心哦你。哎，愛家下你跳舞呢。接下來是什麼老師哈？來，好好享用，一起來享用一下。知道後者另外講哈。你看，我冇想到，不是進烤箱也可以有這種效果。你這是感冒生哎。好吃嗎？用咖喱按摩色。我排些，我頭80塊。感冒生哦。佢唔可以講凍油。人家進烤箱會做凍油嘅一層油那種雞雞滾嘛。老師講出來欣賞，有陣時你是焗烤的時間太油，我真係吞唔下。冇辦法哈。還油我吃到唔用，
老 tomato 不止搭，而且是非常的搭。你唔用啊，吃到底部度，你也不会觉得它特别的强。然后每一个蔬菜也好啊 ，tomato 也好，其实加搭上面丝都分得到清楚。他讲我本来会讲这个牛奶啊、奶制品的东西加东多，结果我又许多个 tomato 给酸甜综合下去，还有一股清香味哎。真的哎，可乔说一下，你觉得这道菜用你家的番茄入菜有什么感觉吗？有什么感想？其实要先很感谢彭老师、彭主厨这么把这样一个食材发挥了淋漓尽致。说实在的，其实一个食材呀，它一定要被煮才会有它的价值才在，对，我们要把它吃进去，对啊，所以我是觉得说，所以我是觉得说这个我学起来了，回家我会煮给小朋友吃，因为他今天用的是鱼肉，对，小朋友其实比较好入口，说实在的，而且真的它蛋白质又高，超好，你完全就是说出妈妈的心情。黄主厨哈，你看一下，你用给他 tomato 想出安的方法，其实你们都得用配的食材啦哈。它的 tomato 给你是激发了你什么样的灵感做案呢？你知道我们常常讲一句话，找对的人做对的事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想说，找对的食材做对的好吃的菜，知道吗？所以最后会客家米色料理。真嘅，知道吗？哦，像人家冇想到蔬菜吼，越生越多。对啦，我这个因为按撒片啊，都唔甜唔甜啊。小乔是俺问哈，哎，俺先是问你哦，你刚才有讲爸爸哦，特别讲啊，用 tomato 拿来本人大家分享，帮我谢谢爸爸。好，对。那爸爸离他身体有满意？现在就是要定期追踪啦。那我觉得其实癌症它并不可怕，就是你一定要把你作息调整回来，那好好爱惜它，其实它会再好好慢慢调养回来。因为爸爸他以前是做工程，其实日夜颠倒很久。那你在这么久时间把身体搞坏掉，你当然就是要用这么久的时间再调养回来。你怎么对他就怎么对，因为当时的癌症那时候还没有很风行，大家听到就说哇，那我是不是糟了该怎么办这样？那但是他现在已经好像频率很频繁，大家都会，每个人几乎好像都有可能。对，那我们就是尽量让自己回归最原始原味的食材，那就是让自己身体好好的调养，是自己身体是会好起来的。是，我上心自家。爸爸冇来，爸爸一天会看人节目，你买发对姜条龙爸爸讲，爸爸身体要继续健康下去，然后把这个很多很好的菜，这正能量的东西分享给更多好朋友，这样。我觉得爸爸还缺一帖药。好好跟他说你爱他。好，爸爸我爱你。真的懂什么？你真的谢谢，帮我回去谢谢爸爸。是，番茄真的很棒。我们希望透过爸爸的分享，让更多人知道。刚刚没有，我讲人生出来用，你甘苦也过一年，欢喜也过一年。有常时啊，你观念一转，想法一转，你喺人生出来冇穷样咯。唔止你识到係感恩，也係愛，好冇？咁啲東西真然當好事。記得咯，享受時間，愛數看。嘎嘎有好食，分享嘎嘎來主席，上來了，上來了，謝謝師哦。感謝今天的節目，還有主持人，還有彭主廚，有機會讓我們曝光我們家使用有機友善種植的番茄。那彭主廚帶來的創意料理2道，希望各位觀眾朋友能夠在家也都可以自己動手做做看，謝謝。